Hello， 我们是假日照常。我们算是第一次有制作人，然后会觉得这个经验蛮好的，有一种安全感了，很会鼓励人。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，是我没有办法固定我要弹的东西，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到底要抓什么重点，有点像在乱弹。戴老师蛮厉害，就是他真的也会，他很会引导，他会告诉你你可以抓什么重点去编你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会瞬间觉得啊，我好像懂他的意思了，就很安心啊，就觉得很可靠，这制作人很可靠，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想到他也想到了，就会觉得还不错。就很喜欢佑一在诠释那个歌曲状态，就是非常非常精准。所以我们也没有真的花太多时间在调整说，哦，你这边应该怎么样，因为他自己都做得很好，这样很棒。佑一跟我说他喜欢我帮他的和音，因为毕竟这首歌的曲调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蛮温柔的。然后我觉得温柔的曲调适合一些比较优美的旋律来 support， 但是他们自己本来设计的吉他啦，什么那些贝斯啊、旋律什么，我都已经觉得很棒了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忍不住，就在家里在编辑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，哇，这里如果有合音的话就太美了，我就忍不住就合了音。后来他跟我说很棒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这样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高中是吉他社，可那时候我不会弹吉他，但是他就会弹一些扣的那个进行嘛，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可以塞一些旋律进去，所以我就请他弹那个 Radiohead Creep 的扣，然后我唱出别的歌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是算是18岁。第一次写歌的经验，我们家里的很简陋的设备啊，录一录丢过去，然后用很土炮的方式混一混。长大后就发现，其实台语其实蛮有趣的，而且台语会讲台语很帅这样。然后我本身就是以前小时候是在南部长大，然后就发现其实我台语至少在这个世代算某种程度的母语者啦，这样，所以我就开始想用台语歌写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发现说，台语的音它其实又比中文的音多，就比方说没法度，比方说没法度是等等等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习惯会把它唱得很黏，就会说没法度，你知道吗？那的时候，它唱起来状态其实可以很像那种西方歌的状态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中文的话，无法度，我就觉得中文的那个音比较少，所以它很难有一个模糊的那个空间去转。这首歌本来就做出来，南面的歌一直都知道，有重新在录音，对，然后就觉得运气不错，看就有上，然后又可以来这里录音。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。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一直觉得有一个很戏谑的感觉，但是它又很温柔。我觉得那个落差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。主唱佑一的那个歌声，我印象也是很深刻，我很喜欢这样。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词，它就是感觉蛮戏谑的，然后有点讽刺在里面。比如说甘阿内尼亚，然后那个谐音的感觉，我觉得好棒。对，就很戏谑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这样。嗨，我们是假日照常，然后南面儿歌专辑已经数位发行，我们的歌无法度也有收录在里面。拜拜。拜。